各位觀眾大家好，第44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昨日圓滿結束，其中一個好感動嘅時刻就係杜德偉憑《風林火山》奪得最佳男配角。佢喺後台接受訪問時，特別感謝兩位前輩吳孟達同梁家輝。今日佢喺社交平台再發文，繼續感謝一路上幫助過佢的人，並特別提到極度敬重嘅演藝界前輩吳孟達。杜德偉話：20年前同吳孟達合作時，達哥嘅工作態度同專業精神深深啟發咗佢，讓佢明白什麼係稱職嘅演員。佢更感慨，如果吳孟達還在世，一定係佢第一個想分享喜悅嘅前輩。吳孟達，香港人最熟悉嘅達哥，係香港電影圈嘅資深綠葉王，一生演出超過300部電影。佢最令人懷念嘅就係那種接地氣、幽默又充滿人情味嘅演出，無論搞笑角色定嚴肅角色都演得非常到位。2021年2月27日，吳孟達因為肝癌喺醫院離世，享年69歲。消息傳出後，香港演藝界同觀眾都好難過，好多人都話香港電影少咗一個靈魂。杜德偉今日再次提到佢，其實唔止係個人感謝，更是後輩對前輩嘅致敬。吳孟達生前對後輩一直都好照顧，經常喺片場教導新人拍戲嘅態度同技巧。佢雖然戲份唔一定最多，但每次出場都令人印象深刻，被封為香港電影金牌綠葉。除了演技，吳孟達仲有幾樣值得後輩學習嘅地方：敬業精神極強，即使身體不舒服都會堅持完成拍攝，對工作非常認真，經常研究劇本，務求把角色演到最立體。為人幽默風趣，喺片場總能帶動氣氛，幫助大家減壓。雖然成名後仍然保持低調，對後輩從不吝嗇提攜。杜德偉今日特別提到同達哥合作2個多月嘅經歷，話達哥嘅專業態度讓佢明白何謂稱職嘅演員。呢種前輩帶後輩嘅精神，正正係香港電影圈最寶貴嘅地方。吳孟達雖然已經離開我們5年，但佢留低嘅角色同精神仍然深深影響住好多香港演員同觀眾。你對吳孟達有什麼印象呢？你最喜歡佢演過邊一部戲，或者邊個角色？歡迎大家喺下面留言一齊分享。多謝大家收聽，記得讚好、訂閱